接下来看到，我们作为一内列同青少年有关的青春心事专题报道。我先来看，12月到18岁是人类的青春期，也是体力性质发展好的时期，因着荷尔蒙的分泌，除了会去追求感情，也还个希望某个事情都做得自家注意，会开始去试点做各种无相同的冒险。因着安尼，伊到家中如果到炎热到，去同人强硬过位，乖唔乖？其實是愛培養關心、小講、多談，安尼同青年呢，唔單止唔會有按道理呀，對一條青少年的成長會很個有幫助。青春期嘅細下奶、細下妹會開始相愛連龍連麥，有人會起定相行。感情問題實際上係青少年性煩惱嘅。就全國刺殺風氣中心嘅統計，青少年刺殺嘅年紀3股有1股係感情唔順遂。家長是應該同青少年探討正確來認識感情。發展情感的重要，最重要是什麼？要培養你有愛人跟被愛的能力，跟自己需要談戀愛，知道我有這樣的慾望，我是正常的。於是也去認識自己的情感。原來當我有慾望的時候，我表達的情感方式是這麼直接，或者是這麼迂迴。那我在直接表達情感的時候，怎麼樣不讓對方受傷，不讓自己受傷？唔單止感情上會上網，成為世界青少年未開始愛去了解、建立自家嘅世界觀，慢慢嘅自家是會向外獨立。有一個青少年，他就說：黃老師，你應該教那些父母離我們遠一點。那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，就是空間的概念。他所謂的離遠一點，我想也不是說不要理我，而是有一點適當的空間。青少年會希望某個東西自家是注意得的，有人會特別打扮，有人會用行為使人注意，還有人起定食酒、時間、標籤，甚至係傷害自家。無論有冇險冇，對青少年來講，就係透過冒險確定自家是得脫離嘅風險。所以，完全認同青少年完全冒險是特別重要。最危險的就是他的冒險變成台面下，對家長不知道的事，然後他去玩反而會玩出問題。我們怎麼樣引導他到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，讓他在裡面能夠冒險？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而且我們也能夠給他一些方向。家庭能夠 support 他滿足到第一個層次的冒險，健康性的、發展性的，他有機會也能夠自己搭公車去同學家。或者是偶爾，也許跟同學他們也一起去參加一些 camp，或者是到同學家也過夜啊，有一些不同的經驗在，像信任的一種放手，其實對孩子是重要的。無論係冒險行為，還係去談戀愛，都係青少年成為證明自家太歡樂。家長是應該本給人適當嘅空間，涵蓋幸福嘅之外，專家們建議溝通好、少講多聽，去了解世人嘅形象。係起點欣賞青少年好嘅素材，進一步同佢探討做正確嘅選擇，強下同青少年做伴，貢獻下個青春期。客家新聞，鍾淑輝、廖啟正，綜合報道。